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中美似乎傾掂數啦，後市仲有幾多上升空間呢？上星期同大家提過，可以留意住啲新股啦，即係寧德時代又點睇呢？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講講中美個初步貿易協議啦。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啦，市場需要貿易戰降溫咧，有利好消息，個大市先可以突破啦。結果星期一咧，中美就發表個聯合聲明啦，達成個初步協議。好多人咧俾一連串個數字就搞亂咗。最簡單理解嘅話咧，睇住我哋畫面上面粗體嗰行字啦。美國對中國嘅關稅咧會由總計145%咧大降去到30%。中國咧就將對美國關稅咧由125%降到去10%嘅啫，為期就90日㗎。如果90日之後唔再延長或者傾唔掂數冇新協議嘅話咧，美國嘅關稅咧就會升翻去54%，中國咧就會升翻去34%㗎。初步嚟解，美國對中國關稅咧30%咧可以叫好過市場預期啦。大家有印象嘅話，協議前咧，特朗普都曾經放過口風啦，一時咧又話應該定喺50%，一時咧定喺80%。30呢個數咧就叫好過預期㗎啦。而且呢個數字咧都符合翻年初嘅時候未正式爆發呢個關稅戰前咧，市場對個關稅嘅預期。加上美國方面更加就表示啦，芬太尼嘅問題仍然可以討論。換言之咧，相關當中20%嘅關稅咧，有機會都可以取消㗎。咁樣講似乎幾樂觀啦。個市係咪仲有得升咧？恆指上翻23,000嘅水平啦。其實就早已經翻返去關稅戰前嘅位置㗎啦。而且3成嘅關稅稅率咧仍然都生效啦，唔會完全冇影響㗎。從個估值角度睇嘅話咧，恆指嘅預測市盈率咧已經去翻10年平均水平附近啦。換言之，現水平需要有更加多嘅利好消息咧，先至再有上升嘅空間㗎。技術走勢上面去睇嘅話咧，恆指就補翻晒4月初個大型下跌裂口啦，22,600點嘅位置，即係畫面上面橙色線嘅位置啦。後市暫時就未有再有好消息之前咧，可能都會整固一下先。不過只要守住22,600嘅話咧，走勢都唔會太差㗎。反而如果回試翻呢個水平又可以企得穩嘅話咧，或者都係個入場機會。向上嘅話咧，阻力位就係之前跌浪之前嘅水平啦，即係藍色線嘅位置，大約23,800點左右。上星期我哋分析過啦，可以留意住啲大型新股機會。今個星期咧，就係全球電池龍頭寧德時代就招股啦。若果全數行使啲超額配售權等等咧，集資額成410億港紙啦，係2021年初以嚟港股最大嘅新股嚟㗎。上限嘅招股價咧，比寧德時代 A 股上星期五咧公佈個招股之前咧，折讓只係得1.6%啦。有啲人覺得冇咩水位，但同時咧都代表住佢都認為呢個反應係理想啦，唔需要平賣㗎。事實上，寧德時代咧引入23個基石投資者啦，佔咗 IPO 集資已經60%半㗎啦。包括中石化啊、科威特投資局啊、高瓴啊、中金啊、瑞銀等等。基本因素上面啦，寧德時代舊年個全球市佔率咧接近成38%㗎。客戶咧包括咗新能源車前10銷售當中咧有9間都有用佢嘅電池。全球每3架新能源車當中咧就有1架嘅電池咧係嚟自寧德時代㗎啦。若果投資咧要佈局呢個新能源車嘅領域嘅話咧，都可以話一定要配置翻寧德時代。佢 A 股咧過去大半年，即係由舊年9月尾開始啦，都係區間上落㗎。可以睇住咧畫面上面橙色光框個位置。預計 H 股上市第一日咧都唔會有太大嘅升幅啦，或者5%到10%左右。始終有 A 股個股價參考住限制住咧，個股價第一日咧都未必會有太大波動，但中長線咧都值得可以睇好㗎。外圍美股方面咧，中美聲明嘅消息都利好美股表現啦。特朗普開始咗中東之旅啦，都有好消息㗎。既爭取到咧沙特承諾向美國投資6000億美金啦，又幫輝達同埋 AMD 做到生意啦，供應 AI 晶片。而且白宮方面都預告啦，特朗普去完中東之後咧，將會公布新一份嘅貿易協議。我哋估計咧有機會係印度㗎。除此之外，星期二咧公佈咗美國嘅 CPI 數據，都係低過市場預期啦。暫時最近嘅消息面當中咧，都係傾向利好㗎。技術走勢上面都見到納指有突破啦，升破咗3月尾嘅時候嘅高位18,200，去到19,000點嘅水平㗎啦。再進一步量度升幅咧，可以睇到19,600點左右。不過都要留意住啦，個 RSI 反應咧都已經接近超買㗎啦。最後咧又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隻舜宇光學2382㗎。
關於舜宇係咪受惠到中美個協議咧？我哋計算咧，本身舜宇光學直接同埋間接咧受到美國市場嘅影響咧，只係少過10%啦。不過之前貿易戰嘅消息咧，的確都拖累咗佢嘅表現。而家達成個初步協議咧，對佢嘅氣氛都有幫助㗎。加埋另外舜宇自己咧都公布咗最新4月份個出貨量數據都有復甦啦。尤其是當中車載鏡頭嘅出貨量咧按年增長近29%，好過預期㗎。手機鏡頭咧都增長到1.3%。睇埋我技術走勢上面嘅話咧，舜宇正係喺個關鍵嘅阻力位當中增持啦。4月初下跌裂口個頂咧，大約喺67.7左右啦，即係橙色線嘅位置㗎。後市如果企得穩呢個水平嘅話咧，都可以考慮入場。上望翻咧4月份嘅高位，大約77蚊左右啦。如果企唔穩呢個位置咧，有機會都要翻60蚊先有支持，唔急於一定要即刻入場㗎。到時可以再考慮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